议员王雪茂伫总日巡以国家发展委员会预估2070年台湾总人数剩1497万人，所凸显严重高龄化甲少子化的趋势。其中少子化招无学生，无到100人以下学校愈来愈多，所以如何提前媒合整并，减轻家长压力，嘛减轻财政负担。同时将省落来校地发挥上大效益，积极甲教育局交换意见。对此，教育局长嘛强调，目前台南两村等4间分校地调向跨校整并，不是废除，而是停办，以学生的学习为优先考量。穷也不能穷教育，对不对？是没错。所以，但最重要是站在家长在栽培他子弟的考量。为什么呢？是说，因为小校的表现。不管是德智，就是说学业也好，或艺能科也好，或者是他个人人格的发展，好，统统都不好。因为可能当初家长是有一个心里面说，哦，我送到小校去，一般只有3个人、2个人，我们这边人公立学校的收费，那但是家教的享受，但事实上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好。所以其实我不是说要省经费，是我们把省下的经费继续用在这些学生上会更好，而且我们也不会，没错，不会只是拿来做其他他用，教育经费就是教育经费，没错。好，其实跟你做简单的报告，就是以我们大概有4所分校并到本校之后，现在那个校区啊，包括区公所、包括里办公室，他们都来说，哎，那个空间啊，是不是我们可以来利用？我们说 OK， 大家一起讨论。根据了解，一间学校占8、9成比例人事成本，初估对1600万到2000万不等。所以台南4间分校的退场以后，校舍空间如何再利用？不管是调向老人的长期照顾关怀据点，或者是社区的客诉中心等等，拢伫教育局的规划当中。台南新闻，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。